Hello，大家好啊！今天呢，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怎么样从零开始，然后赚到我现在第一桶金的故事。小时候，我16岁的时候就开始做救生员了，也做过麦当劳。那时候想，20几岁的人已经很老了。我在想，哎呀，如果我20几岁，肯定每年收入能到100万。我就想啊，我30岁应该结婚有孩子，能买个500万的房子。但是我发现，其实现实不是这样的。我就直接找到一个厨房的工作，是打杂，一周才280欧，然后做6天，一周就是50-60个小时。然后我那时候，因为我在香港连煮米都不用的，我现在那时候就煮饭啊、切菜啊、切洋葱啊，天天流泪啊，还有最难其实就是砍排骨，因为是很多，可能有50公斤，你砍完之后你的手都麻痹了，一天都在抖。然后最重要的工资很低，但1年后了，我就慢慢认识爱尔兰，认识朋友了，他们就介绍我去快餐店工作啊。然后我一边就想啊，我要考一个驾照，然后我考出来了，然后我那时候还没有 GPS， 我们就是看地图，那时候地址也不懂，就一个一个看，有时候还迷路，还送错路。然后到有车牌，我就想啊，现在送外卖能轻松一点，我就想早上能找什么工作赚钱呢？然后我就找到一份洗车的，那时候挺辛苦，就是早上6点半起床，可能就8点去洗车，洗到晚上5点，然后可能洗了40-50套车，所以很辛苦。那时候腰累了，然后我们洗车用那些化学物啊，都令到脸都脱皮了也有。然后下班之后再送外卖，从5点半送到晚上12点，然后才回家。然后每一天回到家，第二天又起来又送。就是我因为有这个爱尔兰的经验，然后他们 Facebook 的 contractor 叫做 CPL 也刚刚请一个中文市场的人，然后我们也进去做那个 market specialist， 我就努力工作1年啊，再看看有什么机会啊，然后就变了里面的一些比较心理啊，最后做了 team lead。但是我就想啊，我扣完税每一个月就拿3-4千欧，好像刚刚够养家，但是挺辛苦的。我就想能不能把我的时间换成同样的工资，然后自己创业了。那时候因为我在学 coding 学编程，然后就发现我都天天看 YouTube， 天天看，然后发现其实很多机会在 YouTube 都有。然后刚巧也有人问我一些爱尔兰留学啊、移民的项目，说啊你有没有人做啊？你能不能做留学监护人啊？然后我就发现，咦，这个可能是一个赛道。然后我发现中间在Internet 根本就找不到爱尔兰的信息。因为那时候我朋友也会问，诶，你是在新西兰吗？我说我在爱尔兰。诶，爱尔兰你是在英国吗？我说不是。那杜柏林你是在德国吗？我就天天解释，没有人知道什么是爱尔兰。我就发现了，我就开始我的专业，开始拍一些关于爱尔兰的事情。我发现中间有很多信息差在里面，我就把握这个信息差。然后当我做得好的时候，发现已经有一些公司找我合作。那时候跟客户谈生意的时候，我就慢慢发现了，第一，我当客人我怎么关心客人，然后我真的了解他们的痛点，他们有什么需要的，我能提供能解决问题，我才能把这个生意谈下来。所以我也不怕吃亏，也不怕辛苦，也不怕时间很晚才跟他们谈。有时候晚上因为有时差，我2-3点要回信息，才他们早一点看见，早上早点起来，还有他们有空的时候。然后如果他们比方我们服务就只是买房子，只是申请移民，他们完全是不用考虑我们，因为我们在国内也没有公司，在香港也没有公司。但是我就慢慢发现，我就是要做一些他们做不到的东西，然后怎么样能帮助客户，就慢慢下来了。其实很开心的，因为你想怎么样帮一个家庭从很困难过来，又要搬家，又要添家具，又要清洁，要小孩的学校要解决问题啊，又要帮他买车买保险，其实所有都是就是一环接一环。我们怎么把他这个客人的痛点解决完他们的需求，我就能把这个生意做成。还好，就是我们慢慢就比较 professional， 我越来有一个很好的团队，有律师，有会计师，现在有宣传，有文案，所以我们越来越专业。我这几年其实虽然是上了第一桶金，但是第二就是做得很开心，这个行业我就觉得非常满意，所以现在还会继续做，还会继续努力。最后，今天我想分享这个故事了。其实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能这样做，现在 YouTube 可能没有这么流行，但是就可以，你想想现在怎么用这个信息差。其实虽然这个 Internet 很发达，但每一个东西都不一样，你还是可以找那个信息差。然后其实信息差，我当时候没有好好利用。我们在香港很近深圳、广州，我在爱尔兰就发现家居、玩具什么东西都是 made in China 的。其实我们那时候没好好利用。
就好像其实在爱尔兰现在可能有新能源啊，那些医药科技啊，还是 AI 科技啊，其实 AI 科技是很好做的一个东西，然后也是很容易就 scale up 的一个生意，所以大家如果有那个兴趣有动力的话，只要你加把劲，也可以做得很好。如果大家对 AI 的有兴趣的话，我会分享更多关于 AI 的工具。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多留意市场，其实还是很多机会的，在欧洲。我也希望你们有一个很好的将来。那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拜拜。